咱繼續來關心台東的本色分化爐佇歲修了後重新啟用，這1號爐卻是響響傳出真大聲音，而且空污數值也增加，這就引起居民的疑慮。台東縣的環保局是回應講，這屆這爐講是全面攏換新，屬於測試的過程。目前這數值嘛攏是佇咧會當控制範圍內底，因會繼續來監控。台東縣本色分化爐修理了後重新啟用，煞引起居民的疑慮。第1號爐佇13完工了後，10時重開，毋過煞傳出真大的聲音，甚至1公里外都聽會清。真濟民眾講，甲應過狀況明顯無同，日常生活攏受到影響。以往把門窗關起來的話，聲音就沒有這麼大，但今天把門窗關起來，聲音會有一點大聲。這2天跟今天，眼睛都會，如果走出去一下子的話，眼睛會癢，就蠻明顯的。毋但是噪音的問題，民眾也反映空氣品質異常。根據監測數據顯示，一氧化碳濃度捌超過標準1倍，一直到10時下晡才慢慢下降。互外界質疑這修理敢是有空氣污染的記錄。台東縣環保局解釋，講這屆工程規模有較大，包括空氣污染防治設備，也有相關管線攏全部換新。重新啟動了後，需要進行測試甲調整，所以過程會較久。這一次的歲修期間，我們在這個污染防治設備裡面，還有這些爐管啊，都做了全面的更換跟更新。那也做了很多的讓空氣可以更好的這些污染防治設施更新。環保局強調，空氣污染的數據會加懸，主要是分化爐啟用的過程所致，也是佇個會當控制的範圍以內。因為異常的噪音也已經派人去監測，而且要求施工的廠商就要趕緊改善。也毋過修理了後重新啟用，就出現噪音甲空氣污染的記錄。3月嘛捌氰烏煙甲走出怪味，互住佇個當地的居民袂當安心。記者綜合報道。